咱再来看中华甲云林哦，拢传出光电的弊案，检方昨所在2个乡的公所佮代表会，约谈2个乡长佮代表会主席。云林某一个姓曾的乡长，佮上代会姓杨的主席，佮一个亲像是做白手套姓江的查甫人，这3个人拢互羁押禁见。另外，中华一个姓蔡的乡长是以120万交保，这案件佮继续在追查。中华甲云林2个碗口的乡镇传出供电弊案，中华检方执行精兵专案，20号对着中华、云林2个乡的公所以及代表会等所在的收束，断回2座的乡长以及代表会主席拢总45个人。中华检方嘛对着41个人讯问，认定云林某乡长以及这个乡的代表会主席等7个人涉嫌重大，向法院来声押。侦办彰化县某蔡姓乡长等人涉嫌绿能贪渎不法案件，经本署15位检察官讯问41人次后，认中姓被告等7人涉嫌犯罪嫌疑重大。中华第21号裁定，云林某中姓乡长以及杨姓乡代会主席，还有疑似担任白手套的江姓男子，羁押禁见。中华某蔡姓乡长是以120万的交保。这起案件当中，中华某乡公所为2002年办理的公务，又是园厝顶的供电系统落实来完工，不过却被检举疑似弊案。检方追查中华甲云林这2个乡长隔了一条落水溪，而且2个乡镇供电的工程疑似拢是由同一个厂商来承接。因案被羁押。县府目前还没有收到正式的一个公文哈，那假如说收到正式公文完了以后，我们会按照地方制度法第78条的规定，由县府先停止，然后再指派人来代理其职务。云林县府表示，若是收到正式的公文，就依法来启动代理机制。而涉案乡长的家属是强调伊是清白的。2个乡镇供电弊案到底有啥物关联性？有待检方厘清了后，再来对外说明。记者中华云林综合报道。